然后我马上当下我就说，你去问一下我后面有没有那个被打巴掌的戏。然后就是一直觉得很冷很冷，然后到半夜的时候呢，我就听到我的房门一直被击敲，就叩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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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想说是谁呀？不可能，就是没有不认识的人住在隔壁间或者怎么样。然后我就去打开房门，因为我是住在最里面那一间，所以一条长廊就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有没有人。然后我打开门的时候就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。我就有点毛毛的，但是我就是想说不要想太多，可能是太累了，我就赶快睡。结果我又要回床上睡的时候呢，我又听到叩叩叩叩，就是很急的人在敲我的门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这次我就开始犹豫，说我要不要去开那个门。结果就选择我不去开那个门，结果他就敲得越来越急，越来越急。结果还是不理，然后我就是在床上，我棉被就抓得很紧，这样我就是想说赶快睡，赶快睡，不要理。然后我余光就扫到我的窗户，就有一个很大的人头对我这样子。你这个最但是我住的是16楼，他在窗外跟我挥手。这个很可怕对，他就是这样笑跟我挥手，然后隔天就换饭店。隔天跟泰国听说很容易，戏里面他打张若缇巴掌，然后我其实根本不知道他们要打巴掌，我就是在 monitor 面前休息，然后就是看剧本这样。我突然听到砰一声，我吓到，全场都吓到。然后就是原来是那个若缇被他的巴掌打得超级响，整个扎实的，扎实。我要澄清这件事情。澄清哦，我要澄清一下，好，我也没什么好澄清。没什么，这不是事实吗？我要澄清的是说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走戏的时候，导演一直没有跟我说要打巴掌。对。因为我就是想说，剧本里面有写到底要不要打，但导演一直都没有说要打。所以那个是突然的。没有，然后后来我开拍的时候，真的要开拍，我就跟导演说，所以要打吗？他说要啊。然后我说完了，我刚刚都没有练要在哪一个部分打他，所以我一出去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就啪就下去了。然后他傻眼，我也傻眼。然后我看到若缇就整个这样在抖，然后我也就是这怎么办？就是因为我看他的脸就这样慢慢的这样红起来，他一个手印，真的是第一次看到。他如果真的再大力一点，他如果承受不住就昏过去了。我说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当时拍戏拍那么多次了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很少会看到真的是打完那个手印是粘在上面的。我真的。然后我马上当下我就说，你去问一下我后面有没有那个被打巴掌的戏。对，我说如果有的话讨论一下。对。不是，我当天就立刻去，我几乎已经跟若缇下跪了。对。我就一直跟他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因为没有塞好的东西，我就是很情绪的，就是一来啪就下去。但是那一颗镜头，导演就是说绝对不会剪，对，绝对不会剪，因为若缇反应超真实，绝对不会剪进去，剪掉，绝对不会剪掉 ，OK， 就绝对会用那一颗，尽量用全部不要。对，因为那一场戏就是一次 OK， 所以其实他也就是打一次而已啦，